哪会落去啦？哎呦，咱排队变呼啦圈了啦！别使安尼啦，这是手工的啦，会歹去啦。我安排，互你一个乖乖自信带着，希望你会当乖乖的啦。恁哪安尼对我遮好啦？还有准备四手啊，互我食着。我嘛爱，你嘛？我嘛爱，乖乖。乖乖。这个乖乖无共哦。有啥物无共？这不是乖乖。无，你讲出来啊！这不是乖乖啦。这是有搁较香一个乖乖，为什么？甲伊的原料有关系。这个原料跟咱今仔日要去佚佗的所在嘛有关系。这是迄米果。米果，用米做的。什么所在的米上好食？台东。台东是台东，但是台东的什么所在？我带你去佚佗，这个所在的米就好食。一只啦。关山哦，对啦，关山啦。你拄啊安那？我拄只今仔日要带大家来去关山佚佗。是安那是这个所在？这个所在咧，米就好食。安那讲好食？甲你讲款 ，QQ 大大的。啥物大大？QQ 大大。真 Q 就对啊。真 Q 安尼哦。关山，你敢有熟？关山我有熟啊，我会去伊迄车站遐食迄便当啊。伊的旧车站，甲我身躯顶悬的衫是同款的色水呢。是迄个日治时期的车站。对。这个水呢有备而来。啊，你的气盛小队的队员呢？气盛小队的队员哦，准备好啊。准备好啊，来啊！阿雄啊，婉婷啊，好出啊啦！来啊！回来吃茶喽！来哦！来了当家，真好着。这无同款呢，这甲一般平常时食的无同款。无同。是啊。嘿呢，有无？特别有米香呢。系啊，这是台东出好水，好米伫关山。关山的米做。关山的米做。咱要关山食乖乖就对啦。食乖乖，今仔日已经有食到啊，但是咱去关山要做无共的代志。啥物代志？啥物代志？你请坐，好大家请坐。来。今仔日要去关山，谢谢啦。爱分享，very good。对。嘿，我的导览先生呢，今仔日要带大家去关山佚佗。伊是关山的新住民，是台北人。伊是在地。唔是在地，伊30岁的时阵呢，甲伊妈妈做伙去关山开民宿，开民宿。啊，伊后来呢，就发现当地旅行旅游的资讯。是足少的呢，在地阿公阿妈顾店啊，日子嘛足无聊，过得足稀微。因为着改变这款的情形呢，伊就成立工作室，带游客去做导览，体验当地的生活。搁较侪人会熟悉关山这个足水的所在。今仔日就袂欢迎伊足古水哦，嘛足古意哦。嘿，伊的台语嘛足无好哦。但是你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安尼有了解吼？我了解。安尼袂歹啦。来欢迎我的导览先生，关山的金孙，欢迎 Alan。就高水呢，金孙啊，你金孙，你叫金孙，你叫你妈哦。你讲的，你讲金孙，叫我孙啊，好，咱孙哦，咱来换一个口号，有准备吼？来，你准备好未？好啊。好。你来台东，请你真就看，关山的好所在，你拢也唔知。爱
金孙啊，你好，阿伦。阿公，你讲讲我，哎，有型咧，你个阿公的型咧，乖啦。阿公的相片，阿公的相片呢？你讲你30几岁的时阵，因为妈妈想要去关山开一个民宿，所以你对去。应该是讲我妈妈已经去关山，伫要20年啊。哦。嘿，我是台北人。我伫个疫情的时阵，就是为失业啦。嘿，就去甲妈妈斗阵去经营伊的民宿。嘿。哦，你进前是做啥物？我进前伫个台北的旅行社内底，就是做业务业务。哦，业务。啊，搁有去外口带团。哦，本来就是导游啊呢。是啊。但是毋是讲台语的。我本来嘛是讲台语的。先证明啦。对，毋是讲马紧。安尼你为台北去关山，敢袂关系？有小可，因为其实去经营民宿哦，其实足忝的。你要整理房间，啊嘛要做早顿，你要整理迄订房的订单，啊，阮的民宿头前阁有足大片的草坪，啊也要除草。是你一个人在做？即摆有我甲哥哥来帮忙，但是拄则去的时阵就是足无用的。啊，听讲哦，你甲当地阿公阿嬷就感情足好呢。其实感情好是讲我家己嘛是无聊，想要去熟悉遮的故事，所以我就是真正进前有迄疫情，大家拢袂使出去佚佗的时阵，我就徛乌多摆，去镇中心甲老店的阿伯因抬杠，因就甲阮讲，其实关山进前就有真侪人客啊，即马就是因为慈善甲路业就是足有名的嘛，所以遮拢无人啊。我就想讲阮民宿的人客嘛是需要旅游的资讯，所以我就甲阿公阿嬷甲我讲的故事，伫咧镇上做导览，就会当看卖，会当互人客住伫咧关山较久安尼。因若是住伫咧关山较久，我就免逐工迄冰床。其实这是一个冰床对，这是我的初衷啦。所以你今仔日带来的故事，就是为阿公阿嬷伊的嘴内底听到。嘿，好，你准备好啊？应该是好啊啦。好，来欢迎金孙哦，欢迎 Alan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关山的金孙 Alan。今日咧就要带你来去关山来看卖，关山有啥物好耍特别的所在，会当互恁来遮踅踅。这个相片就是阮的关山。其实咧，关山伫咧日本时代的时阵，就是日本人的农业移民村，嘛是台东遮的行政中心。相片内底有足侪金闪闪的田地。这个田地大家拢知影，关山的米足好食的吧？对。伊的好食的程度、关度，是伫咧日本时代，日本人敢若会当用关山进的米，摕转去供奉给日本的天皇。所以关山的米，阮嘛叫做皇帝米。皇帝米是，哦，天皇食的米，咱拄啊拢是天皇的，真的啦，加加一寡啦。天皇，安尼哦，天皇安尼食几档，你敢知？我唔知，但是天皇只吃关山进的米。真的哦。伊指名讲要食遮的米就对。伊若是换做池上的米，天皇嘛唔知啊。其实啊，关山进前吼，池上伫咧日本时代嘛是规划在关山的叫做大关山区域。今仔日因为关山行政区变成是行政划分，叫做关山镇。所以我讲进前的关山遮就是台东的行政中心，其实伊包含了即卖的池上、鹿野、关山，阁有延平乡，阁有海端乡。对。米确实啦，关山米吼，伊
较真正 Q 呢。因为伊迄个日头咧照的时间较短。你即摆看这张相片有无？迄山头啊，敢若山神哦，迄伸两只手，把这个小顶安尼甲抹掉掉，平行啊，把破掉掉安尼，足水的。啊，日头呢，若落山足紧就迄个中央山脉吼，迄个炸掉咧，日照的时间较短嘛。对，无唔对。哦，对。我讲完啊。讲完。哎，再给你名字啊！哎，这签名。你讲这些应该有奖励啦。哦，奖励。食看卖啦，食看卖关山的米副产品。这是臭米，臭米，这是米汤啦，臭米饼，米饼，食饼。哇，足香的咧。哦，足香。其实我有足侪人甲我食了，讲因食了啊，关山米了后就是尻川会变较大的。因为伊生长白米食了会甜，是因为有淀粉嘛。是。嘿，因为这个白米，我迄是臭米咧，臭米有较健康诶。臭米有皮，会当解消化。哦。啊，白米伫咧遮就是讲白米的营养成分，阮讲爱生长时间较长有所以它的淀粉就会比较多。哦。啊，这个其实关山的田呢，伫咧寒天的时阵，就是过年前，伊会休耕，就是互迄土壤休息一下。啊，这吼，你若是有够 lucky 啊，你伫咧过年的时阵，你会当来关山，这个美国学校边有一个农地，啊，迄就是农会。啊，这张是今年出的，就是伊个喜鹊来报喜，给你新年报喜的感觉。啊，这所在，翕相的所在就是迄美国学校的观景台。哦，这两只鸟敢袂是在地农民撸出来？唔是，这其实唔是撸的哦。你看乌乌一个，还有渐层有无？这是无共种的米。哦，是安尼哦，伊是敢撸出来哦。伊是有稻穗，伊是稻啊，真正是稻啊。每一冬啊，拢是无共的。有当时阵是挂迄稻啊了后有无？用稻草做迷宫安尼。哦，就伫咧这个所在。哇，真趣味，真趣味。啊，休耕的时阵，其实关山的米为什么好食？佫有一个原因，嘛是伊的配布。这是啥物花？恁知影嘛？油菜花，油菜花，油菜花，油菜花咧，伊的生长时间很短，所以咧，伫咧休耕的时阵，很多的农民就会种迄油菜花，啊，油菜花除了会当食了啊，你会当做绿肥，所以你即摆食关山的米，敢若足香的，啊，安尼嘛，敢若有足健康的嘛，是，这会足好，这会足好，好。啊，阮讲遮就是迄关山的米。是。啊，会记得我拄则毋是有讲关山以前嘛是日本时代的行政中心吗？所以关山的为迄日本时代就开始发展。发展哦。发展。发展大家拢爱发展。发展，咱甲伊笑，我看到真正的我。发展，所以遮呢就有足侪日本人会来遮。即个就是关山市区内底上久嘛是上特别的饭店，叫做金玉旅社。有足侪饭店其实就叫金玉，其实金就是金子的金，玉就是卵嘛。对，金子的金加卵就是生囝的饭店。所以真久进情，是这个意思，真的啦。安娜，你也表姐，有做个人较早的迄夫妻要结婚啊、蜜月啊，还是要迎娶，拢是为食的。这是因家的阿伯甲我讲的。所以叫做金玉旅社。其实台湾有足侪饭店拢叫金玉嘛。日本时代，日本离金玉，就是咧讲白纸啦，查甫的，所以因日本人若来台湾咧佚佗的时阵，看到迄新岛顶悬有啊，倒位拢写金玉满堂，讲，哎呦，安尼遮侪拢即种的，拢安尼查甫的，这安尼是会使的嘛？我讲啊，规间厝拢查甫的。啊，阮讲金玉旅社进前呢，
其实叫做理龙馆。哦，理龙就是关山的古名嘛，啊馆呢，其实就是专门日本人专门咧接待来遮的官员啊，还是来遮经商的日本人客。啊，理龙馆内底呢有一个足神秘的所在，伫咧伊的后壁中庭的下骹，就是即个，恁知影这是要创啥的吗？这哦，这是那个内底的河水的，井啦，古井哦，伫引刀内底哦。这唔是，这是哪？这因咧结烧酒的。啊，你啊，酒窖，你都要学内底，伊个内底伊个温度较低。哦，啊，较袂变质。我来讲，爱啉酒的人吼，什么物件拢会小心。酒窖，对烧酒的。坑酒的妈。其实即个头家有当时阵嘛会放酒伫咧内底。但是其实这只是，这真正是咧放酒的。无啦，这是防空洞啦。哦，其实这日本时代就有诶饭店嘛，伫咧遮。啊，恁拢知影，其实日本人伫咧台湾管理台湾的时阵，就是阮讲战争还是很频繁的日子嘛。内底会当有26个人伫咧内底。这密26个人。嘿嘿嘿嘿嘿。安尼啊走比人较紧的，啊无讲20个。啊，你就拿16，我后边哪懂啊？进来，就跳去就好了。对，这就是阮进前应该是讲即马阁有咧用的防空洞安尼。好啊，金玉旅社，这大家应该有看过啦。洗石啊，洗石啊，洗石啊，对，这嘛是金玉旅社今嘛，就我感觉是就有值钱的物件，老物件。因为我有一遍我的人客甲我讲，因兜的旧厝要拆，啊就有人迄种复古老屋的爱好者有无？就是甲伊讲说，伊要用20万，甲伊买一个完整的。嘿，所以讲这是阮关山嘛是足有价值的老屋，啊嘛是足有价值的饭店。好，有饭店，伊的附近就会有啥？设计所在嘛，嘿，柑仔店有设计所在，啊，这个是日本人带的，所以遮就有一寡卖日本进口的物件。遮有一个牌仔是日本人客送互即个头家扛棒，有人会念，啥物拢会使买，啥物拢会使买，还有，对吧？哎呦，那念。南德姆，太呀，太呀，小酒姑呀。小酒谷就是正直的屋子，人家讲呀，就是讲百货，像那个高岛屋嘛是安尼嘛。高島屋。嘿，嘿，玛雅就是什么什么百货，什么什么屋，安尼。哦，伊伫咧日本时代就是专卖嘉利宝，即马购有嘛。哎呦，进前是日本的迄彩妆，啊日本人就喜欢搞迄吼独家季节限定，所以伫咧遮就是独家代理嘉利宝，啊其实嘛有戴安芬伫咧伊的店内嘛是独家代理。啊后壁遮咧，阁有一间做特别老店，会当约看卖伊。特别伫咧对嘛，特别伫咧对哦，特别老，特别老。哇，伊这个西药房，西药房商店，安尼这应该就像咱即摆去日本要设计药妆店这种的。嘿，药妆店，其实遮吼西药房进前呢是一个专卖酒的酒店。哈？你卖烧酒的？卖酒的，这个铁门哦，若是拍开，有玉山白兰地，啊有什么鹿茸酒，啊遮有扛棒有一个养命酒，其实这间呢是进前关山唯一一间关山酒店，唯一的，因为伊的头家是迄配销水退休的，所以伊就好摕到牌啊，酒专嘛，专卖店才可以卖酒，啊，了后因为啉酒的人拢是贵客啦，好野人，田桥啊。所以呢，小可时阵有迄贵妇嘛，贵妇啉就会入来，啊，请头家来讲说，我会使有迄啥物牌仔的保养品有无？所以咧头家就有接收到这种资讯，伊就去代理田边制药，啊，这个就是田边制药的那个芦荟护肤的药品
啊，真的哦。这个冰箱是进前田边制药护肤品的保鲜柜。哦。啊，田边制药的 logo 伫咧遮啊，你有看咧就熟悉吗？这个 logo。这 logo 熟悉。系啊，你唔是歌唱歌手吗？哎，对，哎是啊，你好，你出什么？好啦，你点歌，你点歌啦。什么代志？我念互你听。哦，一个灯，2个灯，3个灯，4个灯，5个灯奖。对，5灯奖。这个5灯奖什么关系？田边制药是外国的公司嘛，所以伊就想要互人有迄对伊有印象，所以田边制药其实就是赞助。甲制作田边俱乐部5灯奖歌唱节目哦，嘿，后来你赞助的，嘿，独家赞助的，对，我知影就是台东的张惠妹嘛是为遮出头，对，对，系啊，即摆看到这感觉就有意义咧，但是讲实在，你即摆要讲5灯奖吼。要听过的人是愈来愈少啊！哎，迄是当时的代志啊，我刚刚无啥印象。这个你应该知影吧？阮土族啊，到即马拢伫咧讲，关山是日本时代的，啥物拢是伫日本来的。是。但是其实阮关山呢有一个物件，就是止痛药啊，是足有名的。这个止痛药啊，就是讲伊是为关山。研发出来的，而且伊近景呢，嘛有外销日本。又伊的名，又伊的名。你意思是讲，这个咱通常拢是对日本进口的药啊，但是这个药啊是对咱关山发明的。嘿，出口出去，足有名的吼。而且就侪台湾人感觉伊就是日本进口过来。所以伊去红去外口个红。其实是咱家己做的。嘿，其实咱家己做。这以前的代志啊。所以我要问你啊，你要问的是啥物问题？无可能啦。叫做咱有提示对无？系啊，这有提示啦。那是物理。5分钟啦。哎呦！幸好你错过。我来错你。怎么那么快就破梗？我这食5分钟，敢袂？你有食过？哎，对啦，5分钟啦，5分钟。所以你有食过啊吗？阮阿嬷有，阮阿嬷拢有啊，拢有准备两个听过啦，哎呀，听过。其实听还是啥物听啊？系啊，咱即马哦，拢去飞去日本去买药啊，但是古早时阵是日本人爱买台湾的药啊呢。哦，真正的这5分钟咱咧看起来，真正做成日本来的啊。哦，真正当作是日本做的。意思是啥物意思？5分钟你看下，遮有一个广告牌有无？5分钟是5分啥？听5分了后，一定就爱去食。哦，5分钟了，随食就好受不了了，一定爱食。你就是讲，恁咧听的时候，你食落加加，互你听5分，就好去啊。是安尼嘛？广告内底就是讲头听食5分钟，顶悬的5分钟。啊，你若是喙齿听，就是食下骹气听5分钟。5分的意思就是讲，你食了5分钟了后，你就敢若足有效的。所以会足有名的。居家必备良药。真正是5分钟尔。系啊，5分钟。拄只5分钟是日本时代的居家必备良药，有无？啊，其实即马关山呢嘛是客庄嘛，所以关山即马嘛有居家必备乌金树叶。乌金嘛。啊，这乌金哦会当食哦，会当食，会当食。今仔日就爱互恁知个，又看卖这乌金哦，乌金有无共的价值嘛？有较贵的，啊有较俗的。啊，大家吼，闭上你眼睛闭闭。啊，目睭啊个目睭闭闭。嘿，我爱互恁食的2种无共的哦。乌金，哦，咱即马要食乌金，要食啊，袂使看啊，你会当片啦，会当片看嘛，因为你的味介重。这个乌金不哩啊咸的。嘿，啊你又看卖有2种，这是头一种吼，那我来食哦。你这是菜脯吧？这是菜脯，那是乌金。但是呢，你爱有这2种无共的
菜脯，你讲菜脯哟？菜脯啊，倒一个是较贵的，哦，安尼哦爱感受伊的甘甘的味。好好好啊，你准备好啊？第二粒乌金哦，第二个乌金吼，来哦，其实真好食嘞。好食是不是会回甘的感觉？哎呦，一开始咸啊变变甜的，哎呦，来啊哟！来哦来哦，哎呦，哇，无共好哦，讲无讲，哎呦，我马上讲。你们目睭会使起开啊未？哦，你是干咩？目睭会使起开啊未？哦，这真正食到目睭会起开呢。哎，哦，一盒甲二盒，这先过简单啊，先过简单啊倒一，个较贵。先简单啊啦。你讲二盒，迄第一盒食开足脆嘛，啊咸嘛吼，啊第二盒食开敢若咧食豆乳咧，是豆乳迄种感觉。是绵绵的。嘿啊嘿啊你拢有，那啊你那会我嘛是有要礼盒，礼盒礼盒敢若是开迄种罐头内底。罐头。第二种感觉就是较用时间去甲伊培养感情的。你呢？第二种，你食落了，你想讲啊无甲爆款嘛气味，安尼要补充伊就氧气就化。哎，恁拢要礼礼盒，盒是较哎礼盒较贵的，贵，礼盒是乌金，哇，礼盒20万较贵，愈老愈胖， 20万，对，我讲的20万哦。我拄食迄喙唔就差1000外块。无，哎，差不多200尔。 200，200，200，你甲我2001万尔。迄喙就200-300咯。 200块。所以恁真正有咧卖这爱真正20万。即马无咧卖啊，应该是啦，因为旧无啊年无旧年毋是有迄地动嘛，对有足侪老菜脯，就是政拢破的。破去，暂停了了啊，暂停卖啊。哇，即马是客庄嘛，进前就是有足侪，阮说关山遮也是东后山遮要做农业的开垦，啊有公路的建设，所以有足侪客人来遮做工，啊就洋菜脯就是讲因的传统的腌制的食品。啊，搁有活动呢。伫咧关山吼，你若是冬天差不多1月、2月的时阵，公所伊就会举办拔萝卜的活动。啊，真正拔萝卜，你就来摕一个人啊是，你就买偌济，就摕转去偌济，免钱啊，的，一斤拢免钱。免钱啊。哇其实菜头的叶啊，嘛会当做迄雪中红，雪中红，雪里红啊，雪里红。只有会会刷着汗。总算是甲咱 Q 着。种品质就好啦，我单今仔日就介绍到你啊。伊老寒。安尼倒咱说，你有放松啊无？有，有规个拢松去。伊拄则一直咧用安尼就是流汗热啦，一直咧扇风安尼。你昨暝敢困有好？无困啊。足紧张的啦！你平常是无咧讲台语吧？无，但是我会当听一丝啊。听一丝啦。啊，毋过你看关山遮的是大人咧讲话，因遐是讲客家话，还是讲好了台语？就是讲台语，啊，我就是用这种足无练转的台语甲因对话。啊，原住民的，你会拄着原住民吧？其实关山遮有迄，阮拄则毋是讲延平甲海端乡，就是布农族的嘛。啊，其实关山有一个里叫做电光，嘿，台语叫雷公会。电光就是伫咧海岸山脉迄边，所以阮拢叫因是对面的，嘿，啊，所以你讲遐有一个原住民的村落。对，对，遐个原住民就是阮讲的阿密斯。阿美族，嘿，因伫咧活伫咧海岸山脉，就是靠海啊，还是靠伫咧溪边。溪边，溪边。原住民通常就是阿美族甲卑南族。你敢知影阿美族的轮廓？拢生足水。嘿，男的帅，女的漂亮，搁足敖唱歌。今仔日伊的导览好朋友，就是一个阿美山美男子。哎呦，你有笑容啊！啊，
反正今仔日拢无讲话，就是等这美男子出来。真久啊！哎呀，咱今嘛就来欢迎 Alan 的多男好朋友，嘛是关山的美男子黄汉，欢迎。帅哦！美男子呢？美男子，阿密斯，嘿是，哎呦，但是看起来敢若无原住民的感觉诶。是吗？你感觉安那？我感觉，真正是美男子。过奖。足无成的呢，你家己叫美男子哦。无啦，你因为我阿妹主要阮妈妈是高雄的闽南人，所以我就讲我是美男子。闽南美男子哦。所以你平常时你的职业是啥物？进产。哦，真正嘿，进丢啊。嘿。这就是你种出来的这个米。嘿对。哦。这就是这个米。哎呦，做出来这个米。胖呢？敢若有一个迄蚵仔的气味。哦，这是关山米的特色吧？无是这个品种这是啥物品种？台南13号。台南13号，13号的品种。哦，伊的特色就是安尼。蚵仔芳，所以咱有一寡蚵仔芳。唔知有好食无？你当时试看没啊？芳啊无食对啊，敢若比好味，吃起来好味，直接咧啦，直接食。用手啊，用手哦，安尼咁好。哦，摕起来真正气味足好的。哇！爱鼓励咱都市的朋友用手食物件，因为安尼用手食会较好食，甲你的食材哦零距离。哎，就香呢，好食啊！哦，哪会安尼？莫怪天虹咧爱食。食这脆落，袂输家己那天龙的，哇！一粒一粒安尼，一粒啊，都黏黏。黏黏，迄个芳气安尼，哇！原味的 OK 吼，原味 OK。食你就好，我免配菜配吧，免料咧食好。你啊，伊这爱个自烧过。这拢是假吼。你讲你的自烧？无啦，伊特别的美式料理啊，美式。因为我是阿美族嘛，吼，所以咱的人客来到阮家，我拢会做一款料理来招待。所以你的美式是阿美族这个美式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哎呦，来要安怎处理？你甲大家讲。这恁捌看过吗？咱阿美族的洗脑。哦，这我印象足深的。我会记你就是安尼啦，咱未去菜市啊，有无？就菜市啊。系啊，阿嬷伊就安尼一罐一罐拢菜咧安尼一罐。伊这算猪肉嘛？嘿，猪肉，青猪肉。青啊！你暗暝咧食啥？你食猪肠。真的哦。青，我食到拢袂记咧。伊这把拍开了，就大家伫遐讲，你食，尾仔就伊食去啊。浩子哥，你袂记你是毋是自动消除记忆？顶个关起来。我这会使甲拍开片者无？会用。会嘛？哦，你比较一下空皮盖有啥物无共？啊，伊内底有放米。你帮我开着，这哪会这爱？哦，开啊！你品者。其实真芳诶。是啥物味？无可能吧？甜芳，无你品，毋是。我品。这看哪里改？味道完全无共款啊！伊这是小米酒的气味呢。对。你也那只芳哈？因为咱顶关部落咧发家的时阵啊，会加煮米。对啊，煮米发家的时阵会有迄落酒的香味。对啊，敢若小米酒啊。西班牙生活队的味呢？啥物西班牙？你讲伊比利多吗？我才不要等来呀！你讲了，我感觉有啊咧。对啊，来食看卖。而且伊佫讲西班牙文呢，边muy bien。好啦，这样你开开安尼片吼，就感觉讲会使食。我顶个是食肠啊，还是食鱼啊？哈，鱼啊是我食。哦，你食鱼啊？我迄个鱼啊，我还要求咧，我恐怖的呢。因为迄真正就是敢若拢青的无加济嘛，啊规个鱼啊，迄开开了敢若。你知影无？敢若真好啊讲，你嘛袂讲，好啊讲，就是好听嘞，较好听哦。啊，无就莫讲了。咱是食
来吃哈。是啦，这切嘛。嘿对。来，吃一脆。哦，这会使试你吃。切安尼真正这像西班牙比利火腿，有够咸。你敢食无？你敢食无？我食看卖，头拄片开始应皮该最好正边的啦，皮最好边的。大家做伙来，大家做伙来。啊，你们先。真正的啦，火腿啦，火腿呀，火腿好食吗？哦，哦，惊到。我毋捌食过石榴，像这真好食。无，迄个气味真正，因为我西班牙多等啊，真的甲伊米火腿真正有像，但是就是讲哦，迄个时间性无共，像咱食老菜脯伊会化去，你米火腿伊会化去，你这个算少年的，对啊所以伊迄个底迄个弹性搁伫咧，搁是 Q 心的，差就差咧食。诶，这是这个月生的。哦，这个月啊，新的啦，足青的，足青的。系啊。但是拄啊吼，你食这两个食材拢足好食，要是夹做伙，一定更较好食。这夹做伙啊，嘿，来哦，老师你来。搁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咱伫厝内拢是用烘的，啊，今仔日方便吼，咱用喷丁。哦，好，喷丁喷的。哦。今仔日要做啥物料理？咱兜的炙烧席烙饭团。哎呦，我先炙烧，互恁试食看卖啊。就盘烘包。哦，用这喷丁。哦，你看伊咧叮当咧，哎呦，哇，哦，泡米拢出来，敢若去迄，敢若韩国的塔可安尼，搁咧动啊咧。嘿，日本料理店。好，加油。哦，这拄好。好，食看。我足想有沙西米，迄小贵的感觉的。炙烧的米，哎呀，有够香的哦！足香的哦，有够好食哦，的。赶快。我要甲你讲，你捌食过比目鱼原册无？有啊，就是迄，同款的气味，只是样子无像比目鱼原册较济尔，但你气味是一模一样的。是，哦，欢喜。好食，袂歹。多谢甲你边豆边水，过来，紧互我，紧。要做，我做无共的哦，无共款哦。要做饭丸是不是？咱拢讲饭丸的，因为饭的量较侪。这本来是日本的欧西寿司。哦，欧西寿司，台语是啥物？鸭寿司。哦，鸭寿司。哦。台语我袂晓讲，就是地寿司，用过地寿司。伊这豆腐看嘛真古锥哦。你念想要用这个地咧？系啊。伊这个地咧，你看像安尼成啥物？安尼。迄落啊，鞍马。日本啦，日本。哦，说鸟居啊。咱袂使先鞍马机。你无通食，咱两念尔，你无。哎呦，这是安尼出来哦！哇，这这是啥物啊？阮太太生的梅仔酱。哦，梅仔酱，梅仔酱。哦。你即马是梅仔的三贵，差不多，贵啊，差不多到5月，清明，5月已经无啊。今年欠收。哦，为啥？无好水。无好水，哇，是了，搁甲用起哩。哇！破安尼弯安尼吼，哇，规拢弯起来，啊这水，啊这安尼你就差呢，就想要食的，安尼正常的。啊，泡沫，咱细汉时阵也是用手咧捏，一手饭，一手饲肉，安尼食，安尼无卫生，搁较歹看嘛。对，所以咱就想讲有啥物方法会当好改良的。嘿对，同款吼，用喷丁烘一个，烘者，哇，好食，变化，你看规拢食了，规拢活起来，哇，好食啦，含饭你都甲烧落，水，这个色水，伊在什么子？烧迄个饭啊，是要互伊有一寡米香味，是米香的味，色水看起来嘛较好食款，嘿对，哇，较舒服，恁会当食咸的，佮有一个薄皮辣椒，不是小，鸡心小辣椒，鸡心小辣椒，用米酒生的，
啊，常常介食咸的，你甲用5条。喂，无啦，唔你唔喂，慢慢啦，慢慢。你能食吗？要么甲你倒哩。安尼就好啊。哦，韭菜哦，韭菜厉害啊！美式的料理啊，来，请用。加油！好。耶，安尼规客食的啊，嘿，规脆的啦，感觉好食，规脆的啦，规块哦，感觉就享受。这真正有够香的，真正变做敢若爆米花的感觉。变做猪手粿的味。上过安娜。毋捌食过遮尔好食的物件。我讲正经的，因为饭圆吼，咱也伫日本嘛是常常食的，属实嘛共款啊。咱的米就是关山米啊，已经赢人一截去啊。然后佮拄食伊这个饲料有无？用安尼喷顶安尼喷了，迄个气味吼，规个走出来，慢加小可迄个梅仔酱，梅仔酱，哦，除了这个香酒啊，佮互你一寡气味，哦，迄个酸酸的、迄甜甜的感觉，非常的好食。哦，非常之赞。哇，好子哥，哎呦！哇！哥哥啊，你讲话啊！哇，小大嘴啊，小大嘴吼！这毋是，这红感觉讲吼，毋是讲咱一定爱去西班牙食人的火腿，咱家己都有啊，咱家己嘛有呢，对无？啊，咱的米遮尔水，对啊，赢人赢遮济啊呢，足厉害，足好食的。咱甲遮尔好的物件加起来，是100，已经300分的美食啦。300分的，你看起来足满意的，都满足。这毋是300分哦，这一粒卖300块哦。饭圆300块，好食。哎 OK 啦。重点就是讲，咱有遮尔好的物件，但是咱有遮尔好的推销员无？是对无？对啊。啊，就有 A 人又跳出来。台语讲了歹无要紧哦。哎，无要紧哦。伊有热情哦，对无？伊有这个心想要做这个代志。咱遮尔好的所在，遮尔好的料理，遮尔好的食材，咱就爱靠遮尔好的推销员，互世界知影咱的骄傲。真正好食。以后哦，我感觉以后哦，若是报名你的导览，一个人拢有付1颗饭圆，安尼已经会使推销出去。会使哦。嘿，但是你遮尔大喙，敢会喙打噎到？是毋是爱配一个？我物件哦。你咩？嘿，而且你讲食尾迄粒细粒的咸姜啊吼，到即马开始咧咸。爱咱物件啦，这是我进你咖啡好，好来哦，咖啡，这是电工烘咖啡。哦，烘咖啡啦。烘咖啡。电工烘咖啡。烘的甲伊，敢若无伊的代志，爆米汤的爆啊，爆咖啡，电工爆咖啡。来，加油！这咖啡有啥物故事？其实哦，伫咱电光部落啊，伫日本时代时阵啊，日本人就来阮遮种咖啡啊。啊，毋过过了无偌久，战争就发生啊。是。啊了后就无咧食咖啡啊。啊是这十几冬吧。十几冬年前。咱遐的农民想讲，咱咖啡的价值愈来愈好，啊是毋是咱山顶嘛会使来种一寡咖啡，来安尼增加家己的收入，这你家己烘的？嘿是，哇！咱甲农民合作，啊伊生产好的咖啡豆啊，啊我来烘咖啡，啊出门来甲大家介绍。奥子哥，你定定。每一天拢啉咖啡，咱台湾的本土的咖啡有啥物无共？本土的咖啡，我是感觉伊就是咧食伊迄个所在，伊迄个气味，伊无互伊经过侪复杂的物件，嘿，安尼薄薄啊，到尾啊时你会记得讲，哦，这个所在的咖啡就
生做安尼事。是嘿，我就是讲，你迄个所在，你会使种葡萄，啊有葡萄酒，这嘛是袂歹。你看有个讲的酒啊。我是感觉伊这个咖啡吼，食开吼较轻的感觉，哦，无迄个沉重的感觉安尼。吼，啊你去像我拄则认真啉哦。突然间感觉到讲有死老的味安尼。你拄只食生济济，我食生济，我讲香蕉的味。现在炸出来真正拢在地。是。那安尼我跟你讲，伊遐佫有一个特产，大家都唔知。电光火球啊，你知道？这什么？你遐电光嘛？对吧？电光火球啊！电光火球。是安尼。今仔日你若感觉伊的导览你看足介的，想要来这个所在佚佗的时阵，你就甲你的电光火球啊，你来泡开，闪互大家看，讲叫大家做伙来。做了。安尼，安尼好不好？会使吗？好，安尼会使。好，算到3你就甲拍开，好不好？1、2、3，好来拍开。啊，做伙来去。哎，开了，做伙来去。哎，要唱歌哦。你若来台东，请你真少看。